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。嗨，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開始之前，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嘅 Instagram， 平時會喺度分享下每日塔羅感想同埋心得㗎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 follow 我個 Instagram， 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喺大牌嘅旅程上面，唔覺我哋已經嚟到旅程嘅最後2張牌啦。你哋興唔興奮啊？我哋已經一齊睇咗20張牌啦，由0號嘅愚人啦，到19號嘅太陽啊。今集我哋一齊深入啲探討下一張神秘嘅牌啊，佢就係20號嘅審判牌。究竟呢張牌代表住啲咩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又睇到啲咩呢？好啦，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塔羅牌裏面嘅嗰張20號嘅審判牌啦。20號嘅審判一般係代表住自我反思、決定同埋重生，就好似一個人走到人生嘅十字路口，面對住選擇同埋抉擇。佢喺度提醒我哋，過去嘅成績或者教訓會喺呢個時候得到驗收，就好似期末考咁。而呢場嘅洗禮會幫到我哋將過去嘅舊賬一筆勾銷，重新開始，寫出全新嘅階段啊！當呢張牌出現嘅時候，佢就好似一個生命嘅提醒，叫你去聽從內心嘅召喚。呢個時候可能代表住一個重大嘅轉變，例如工作、愛情、學習，甚至係自我意識上嘅提升啊！呢個召喚會帶你開展新嘅人生階段，無論係事業上嘅升遷，亦或係內心一場洗禮，成個人都會覺得煥然一新㗎。喺呢張牌裏面，我哋見到有一隻天使喺度吹響號角，好似喺度叫醒嗰啲瞓緊覺嘅人咁。下面有一啲復活嘅人喺棺材度企起嚟，向住個天使，好似喺度接受緊呢個呼喚，準備面對自己嘅內心啊！呢張牌強調咗重生、覺醒同埋審視舊時做過嘅嘢，帶出一種深層次嘅覺察，提醒我哋要去揾更高嘅真理同埋理解啊！呢啲都係審判牌嘅常見符號嚟㗎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審判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係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審判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佢可能意味住你曾經經歷過重要嘅轉變，仲學識咗喺過去嘅經驗裏面成長添啊！我哋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審判、力量、世界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審判牌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喺度顯示住你經歷咗一場內心革命啊！喺深沉嘅夢境度甦醒，聽到自己最真實嘅聲音。呢段時間幫你突破咗舊有嘅束縛，為未來開啟新嘅一頁，帶嚟重新出發嘅勇氣同埋方向啊！力量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住你而家喺內心力量嘅巔峰，學識咗同內心嘅掙扎共存，用溫柔嘅力量解決困難。你嘅真正力量唔係嚟自外在，而係嚟自內心嘅平靜同埋毅力啊！世界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將會有一個圓滿嘅結局啊！無論係生活、事業定係心靈，你都會去到完美嘅境界，仲感受到內外嘅和諧同埋圓滿啊！如果審判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呢個表示你而家喺一個需要自我反省同埋重生嘅時期，呢個係一個重新評估人生嘅好時機啊！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力量、審判、戀人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力量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住你曾經以內心嘅堅毅去面對挑戰，唔怕困難，仲學識咗用溫柔同埋包容去克服內心嘅恐懼，為未來嘅變化奠定堅實嘅基礎啊！審判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可能顯示住你喺度經歷緊一場深刻嘅覺醒，喺度重新審視人生方向，釋放舊陣時嘅包袱，同埋準備以全新態度迎接未來嘅挑戰啊！戀人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將會有一段充滿愛同埋和諧嘅關係啊！無論係愛情、工作定係自我和解，都將會帶嚟滿足同埋喜悅，幫你更加認識你自己啊！如果審判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預示住即將來臨嘅重生同埋新嘅開始，可能將會帶嚟重要嘅改變啊！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牌陣度有教宗、皇后、審判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教宗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。你可能曾經喺尋求內在智慧同埋指引嘅過程嗰度，受到信念或者學問嘅影響，建立咗穩固嘅價值觀同埋人生基礎，幫咗你穩步向前啊！皇后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住你而家喺一個充滿愛同埋滋養嘅階段，喺度特別關注自己嘅情感需求同埋身心健康，享受生活同埋建立深厚嘅人際關係。
審判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即將會有一次重生或者重大嘅覺醒，重新審視自己嘅價值觀同埋生活方向，仲會清理舊陣時嘅包袱，帶住清晰嘅內心邁向未來啊！最後，想提醒返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呢張20號嘅審判擺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